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陈明珍。我俩期间呢，态度还双节无害的河巴博当杯哦。再看到河巴博顺头呢一片强溜溜的田丘吼，佢可能变做去吊水潭人工湖诶。了去天天位在南投县草屯镇嗰种嘅白势力嘅地方，讲到落去70嗰种人工湖来囤水，囤到水呢要送到彰化县来使用。结果彰化县抽出地下水提成下问题哦，那就係呢個行政院。前瞻基礎建設計劃特別多，水環境建設清太嘅比預算差唔多係200億元按多啦哈。但是希望人工湖嘅效應呢，地方上有很多討論哈。你若關心嗰種生態環保嘅學者講，那種到上節呢，流水爛退以後呢，可能下節仲係河壩嘅河床啊會龍孔化，甚至喺到出海口時間呢，藍天時封閉沙會非常的大。韓國人呢，你上節地方，種囤沙嘅情況會見嚟更嚴重哈。故所對生態環境呢，韓國水資源永續利用有清太影響。唔過咧，到200人公頃嘅種嘅人工湖一天地底度呢，有800人公頃係私有嘅土地哦，那整數價錢也唔係講，地方上民眾唔係講都滿意啦哈。故所咧，安尼呢10個人嚟到地方上深度嘅討論，等下行業總督請大家嚟討論，也搶嚟關心。以下節目鏡頭來到你白勢力嘅種嘅里民嘅發通中心地北度吼，因為呢都被落水了，故所到里民中心地北度，看到你現場鄉親從能先跟大家問安一下，大家下午好，午安。好，今日為你收嘅現場嘅來賓，今日嘅天嘅來賓係南投縣副縣長陳正生陳副縣長。各位時代吼，大家好。天嘅來賓呢係經濟部水利署中期水資源局嘅副局長陳建成陳副局長，你好。各位來賓、各位鄉親，大家好。第三位來賓係台灣生態學會嘅理事長楊國珍楊教授，你好。主持人、來賓哈，各位請鄉親大家好。講到了吊水潭嘅人工湖呢，其實吼係你頭擺講嗰種嘅，有叫建民水庫啦吼，伊都國鄉咧地方嚟飼水嘅一種替代水源，但是呢，因為啊，舊年太體同過後呢，那種嘅建民水庫啊是停建的。民國96年的時間呢，你這種剛時呢，水歸所哈，水歸所在民國96年的時候呢，就找到了鳥嘴潭人工湖這樣的一個替代方案哦。那這個方案呢，也開始進行規劃啦、可行性評估、環境影響評估等等都在進行當中，一直到民國18年嘅8月16號的時間呢，它核定什麼呢？這個很重要，它是雲漳地區地層下陷具體解決方案暨行動計劃，我們就稱為雲漳行動了哈。所以整個鳥嘴潭人工湖其實是這個雲漳行動的實施方案之一。那我想先請教一下陳副局長，在你們的規劃裡面是說預估到民國120年，彰化縣的這個公共給水，它會來到41萬，42大概將近42萬噸，大概將近42萬噸。現在是幾萬噸？現在是38，會成長4萬噸，會成長4萬噸，所以水會不夠用。對。好，所以120年到現在是民國106年，只有14年的時間。好，所以這個鳥嘴潭人工湖，它的急迫性是存在的。是，第一個，其實它不是單純水量增加的問題，它主要是為了減緩地層下陷。因為它目前彰化大概是有30萬噸是抽地下水，那因為它自來水是抽地下水，那抽地下水的結果是造成地層下陷，尤其是整個高鐵沿線，因為地層下陷的問題會造成將來高鐵行駛上的安全的問題，所以減緩地層下陷是有它的急迫性。那整個來講，其實它主要還不是因為它增加的問題，而是為了要減緩抽地下水的問題，減緩台灣自來水公司抽地下水的問題。對，好，水資源局告訴你說，其實它的必要性跟這個急迫性是在這裡，但是當地的鄉親因為佢有問題呢，佢哋記者嚟現場採訪的時間，佢哋用幫伊嚟談論呢個問題呢，想先聽聽新聞記者講頭去了解一下。電影了解處，三個比無限較高。
公務綁劈，你嘅養分將會分散。為80世界發苗場用心修復等一啲農地。年帶種料，白種料。白種料曬過我哋。特別係種香蕉，種料將主人嘅產品嚟睇。發苗場拖草墩80里，接近烏溪河壩船一片，有5分半嘅土地，呢係其辛苦而成然嘅成果。幾年前，呢片傳出土地可能愛本人徵收，發苗場當受理。真大爽，我哋水田方有態度上，我即家個流體迄個本人撇正多啊，上山嘛，按艱苦後上做好咯，好咯冇目的啦，要收就收，政府不能。為咗改善彰化縣長期悄悄地下水造成地層下陷問題，政府通過吊水潭人工湖工程計劃，將拖南頭草墩80里烏溪沿岸，大約283公頃嘅土地上起始草人工湖，其中有267公頃係私人地。呢幾年因為徵收土地價值嘅問題，本地主唔係當滿意。以他們現在出來的價位，其實就是400多、300多，一分。對，而且其實有一個很不合理的現象，就是講，其實你嘛講你五年前迄當然以這個價格來講呢，或許你勉強是可以卡嘛。但是你這5年你是政府你講一類啊，你環評什麼但是這5年這物件，因為你咧講徵收攏無咧叮當，面頂地到哪天咧？人工湖對人都無嘛個好處。以後出咗彰化縣來去呐，那願意買好，冇記得傻嘅來開茶葉賣也有錢，水土也有錢，一定嘛個，冇得都嘛個。土地情感生發實現改變，徵收價值公平正義得到。因為水利工程興建案，拖當地引發討論同反彈，完全兼顧國家生態建設同地方權益。相信係開發單位愛上網改革嘅重要課題之一。选了在这里呢，要来做这个鸟嘴潭人工湖。其实乡亲对于这个案子呢，知道已经很早了，在地方上讨论也已经有10多年这么多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我们列入前瞻计划之后，比较一个确定看得到了核定版是它的面积呢是有283公顷，那其中公有地呢有47公顷，私有地呢係167公頃，無定6個土地呢係69公頃。私有地的这个占比呢，大概是来到了59%左右哈。整个费用呢大概是199亿，那开发期程呢是9年，供水量呢我们刚刚讲到是要能够做到每天25万吨的地面水的供应哦。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县长哦，就是说其实这个利用南投县的水资源去供应，不管是这个麦寮六轻也好啊，或者说这一次要供应彰化也好，过去是集集蓝河眼嘛哈，那现在有湖山水库是取清水溪，是浊水溪的支流嘛哈，等于说如果再有一个鸟嘴潭人工湖要取南投县的水，那其实这个是很早以前就有的计划，一直以来我们南投县政府对于这样的一个南投的水去供应其他区域的发展，那你们县政府的立场和态度跟看法是什么？征收用地是国家政策了，当然以县政府立场，我们还是要配合。那目前我们比较在意的就是集集蓝河院、日月潭，还有湖山水库，以及未来鸟嘴潭人工湖，这4个湖，其实也变成南投县整个都变成一个1级的敏感区，尤其集集蓝河院目前呢提升到1级，这种限制更多，那我们农民可能会未来整个发展会更困难。好，那等一下这个我们会再做讨论，但是我想先请教一下是杨国珍杨老师，就是说，那整个中彰投，我们讲是一个区域治理的概念，从台中的北边的大安溪、大甲溪到大肚溪到浊水溪，整个这样看下来，好像只剩下大肚溪目前的水资源利用还没有被这个开发的所以这一次开发这个大肚溪是明智之举吗？还是说连中彰投最后一丝救命水也取之
过去呢，我们在经济的发展中，我们一直在发展高耗水的什么这样一个工业。也就是说，我们一直认为水是什么？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的集集南河堰，好，到目前为止，好，这集集南河堰的什么，也是一大堆的什么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目前的下面的什么的那个掏空，已经到达什么这个坝底的地方了。上面的淤积呢，好是当时集集南河堰在什么在盖的时候，号称说它是可以排沙的。排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却发现它一点不要说一点啊，排它能力在哪，实在是不行啊，已经淤积到非常严重。那所有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了哈。实际上，我们过去在采取水资源的运作过程中，我们就是因为我需要，所以我什么，我就一定要供应你。至于说这整体的配套跟整体的思考。该怎么来建构跟运作？那现在目前的嘛，一直在承担这个错误的过去的运作下的很多的成果，而且越来的嘛会越严重谈到对南投县影响，谈到我们看到整个中彰投水资源运用的影响，那我不知道我们在地乡亲，你们觉得说这个鸟水潭人工湖设下去之后，对各位的生活影响最大是什么？好，这位大哥。人工湖开发案，在咱这个所在有7年的。施工期，这7年对地形、对医用建设开发来讲，对地形来讲是一个很黑暗的时期，吼，无唔对，一个大破坏、大建设，吼但是到目前为止，水资源局有甲地形讲无，阮免来施工，阮的车辆出入，咱的交通区距，免来去处理，包括咱就是讲防培沙，免来去处理，甚至讲。咱这几年拢一直处在一种2级的气候变迁的时阵呢，其实讲啦，你若伫这咧讲叮当啦，对地形来讲啦，就是一直处在一个真不确定感。好，谢谢这位大哥。等一下我们请这个中水局来回应。还有哪一位大哥？这一位是不是？为什么拿我们弱势团体的纯净土地、优良土地去受益到彰化县？彰化县为了发展经济，我告诉你。铁路有没有经过南投县？第1条高速公路有没有经过南投县？这是因为后期的发展逼得没办法才来做3高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为了配合政府，没关系，对我们也一点点应付不是满足。我只希望应付我们地方，而不是满足。希望上面的官员。有一点点神经。还有，我看是这位大哥吗？伫咧卖1分地，起来面顶卖无半分地，都无在来买。人这人钱若开了后，过来做去食。无就一个好好的典型的农村，这几百年来，大家虽然无真好个，但是咧过得真阿拢真好过。即摆安尼来呢，过来就流离失所啊啦。因这人爱走啊，所以你的居住权、工作权都会受到影响。像农特产中心嘛无啊啦。对你的生存和工作，甚至居住、产业发展都会受到影响。好，谢谢这位大哥。好，我看这位。好，谢谢。在这一次我们被划定为集水区以后，整个我们的流域都会受到管控，对发展有绝对的不利性。那当然就是说，我们比较在意的是整个集水区，包含到最上游的仁爱乡，刚刚有讲过嘛哈，从仁爱乡、国姓、埔里到草屯，都处在一个未蒙其利，先蒙其害。所以我们简单的说，在整体配套都不明的状况之下，我们应该做一个比较深痛的一个思考，到底是要支持国家的发展，还是要持反对的态度来探讨这件事情？这7个人工湖呢，好，自从它变成预定地之后呢，就不会有人买卖了嘛，对不对？因为谁会去买一块这个水库预定地呢？好，但是呢，周边的这个土地呢，却是交易热络，看得到是大约了哈。现在是周边这10家登录查来说，大概这边旁边附近呢是每分地是700万左右。那这预定地呢，在每分地目前上次我们谈到协议架构大概是
350到480左右嘛，哈。好，那很多乡亲就觉得说，这个部分呢，回馈金相对事实上是这样两相比较之下是差蛮多的。那我不知道中水局这边怎么样看这件事情？那我想有关用地的部分哦，那用地的部分呢，那我们之前在5月有跟地方已经有办了一次协议架构，我知道说那个出来是地方是不是满意的，那为了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持续在跟地方来探讨，那我们也就是说，因为大家对于我们没有找不动产估价师，没有找不动产估价来估价，那地方有一个疑问，那我们也就是顺应地方的建议，我们现在是找不动产估价师来估价。现在已经有找不动产估价师，但是现在已经在作业中。那这个作业完大概是应该是在明年初，我们应该是最晚应该在明年初我们就完成了。那完成了以后呢，我们会依照内政部的规定呢，参考相关公开的政府的资讯也好，或是说不动产估价师系统的资讯，还有不动产估价师所估出来的结果，来定一个市价，来再跟大家来协议。那但是我看你们这个核定书面也讲说，这个开发的限制上面，如果说协议架构这个不顺利的话，最后还会有进入征收的阶段。那假设走到要这个协议架构不成，要到一般征收的话，县政府有开始准备复案了吗？帮我们乡亲争取？依照县政府的立场，我们是不主张用征收了，不主张征收，会产生对抗一个状况。那现在找建价的估价师来建价，我们担心的就是，如果未来建价出来的价格比草屯地政事务所评估的还低，或是公告限制的还低，那怎么办？所以就要回归到由我们水资局这边来自行决定了，因为在法令规定里面是可以由征收单位自行决定，区地机关自己来决定。对，这个都有相当的规定了。你看到迄讲，到目前看到有可能迄350啦，也有可能都400之间一份梯，所以台梯一个台加斯可能我们还相同哈。那我不知道说乡亲们对于这个350到480，目前第一次协议架构这样的一个价格，有没有什么样意见？我也都13户的因啦吼，大部分拢落木的，免无嘛又加斯啊。今天你讲那个协议价钱咧，一平上3万块钱。老房子这个可能这个协议架构的价格也会比较低。个土地一平上3万块钱啦，所以你要算咧，我也补充咧，有300万钱。300万咧，即我喙都摸出来卖不的哦。我希望讲也政府咧吼，我就是牺牲者，希望说能够用合理的方法来跟我们安置。不要让我们有一个有负担这样。好，谢谢这位大哥。拄则说恁两个长官所讲的，过经过评估，勘察若较低，勘察若较悬，都悬我看嘛唔正面啦，可能嘛一点点尔啦。但是阮所要求是700迄个一份的地啊，唔是面顶350到480的。好，谢谢。好，那我看还有这位大哥是不是？征收我嘛无田啊啦，农保。无当农保嘛，一定要搁找田来买。是。人讲爱无这附近遮，一份地开咧750，我那田，遐是足好的一个田啦吼。今仔征收一份地，徛在面顶，换3二地3分，换无一定有当换1分哦。所以讲，阮遮个人，我的权益受损，我生存权益受损了吼。好，还有这位大哥是不是？好，这人有一寡农机吼，田落恁收去啊，无田落做一寡农机拢一台拢100多万的物件，恁若讲迄说，迄啥物工作的无迄个来用所的用补助啦，安尼讲有理。你叫阮那农机是要去用啥？好，所以好，那我们一并请中水局这边回答，就是说他们失去了农地，他们就没有农保的身份啊。这个其实也是很多我们在地的农民乡亲会关系的。那这2个部分是不是先请我们的中水局回应一下？那我想价格的部分呢，就诚如我刚才讲的，我们找不动产估价师来估，当然地方反映的那些意见，我们也会来有一些处理了哈。那
有关用地的部分，我想就是等大概出来了以后，大家也会有一个协议的会议，大家也会再开会，不是说我就这样一定买，你不卖给我，也是有抗争，也会有出来的。所以不动产估价师估出来的价格，会再到地方上来跟乡亲说明，来跟他说明，再来协议，会再开一次的，大概也是一样，上一次开8场，我们一样也是会照着程序再走一次，还会再有一个那另外机会。另外刚才讲到的农保的部分呢，我想这个计划在目前的所有我知道的所有的公共工程里面，大概对农保都没有特别的处理。那我们这个计划呢，在原核定的计划里面有对农保的救济。那农保的部分呢，大概是有2个，一个是再让你媒介一些国有地，或是媒介一些国有地来承租或是买，那这一部分有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农保一次性的救济。那依照原来的核定计划是救济到80岁。那我想各位乡亲的反应我们也听到了，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跟上级争取，能整个农保的救济往上提升。那另外刚才有讲到一些农机或是说一些公有地的一些问题，我想地方的意见我们也都听到了。那我们目前也都持续在做一些，就是说针对救济的那一块，不是现有的一些补偿机制可以去处理的。有关救济的那一块，我们也在程序在走，后续将来施工啦，那些有一些怕空污的问题，我想这个计划在环保署的我们在环评的里面承诺里面都有一些规定。那整个来讲，我们会依照环评的承诺的来执行哦。好，那大概中水局能够先回答是到这个部分哈，但是我们也看到说中水局好像抱着这个破釜沉舟决心一定要做，就表示说这个鸟嘴潭人工湖对他们来讲有这个急迫性，而且必要性是很正当的存在。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不管是环团也好，或者乡亲也好，对于这个鸟嘴潭人工湖，它难道只是要解决彰化县超抽地下水问题吗？会不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又衍生出新的问题呢？好像三腾的新闻记者刚才有了解一下。对田定向下摆看吊水潭人工湖嘅2天體就到烏溪巡航，呢片係專家認為當珍貴嘅良田，因為開發案將會有167公頃嘅私有農地本人徵收。對農民來講事實上這個是讓很多農民等於是沒有地方可歸啊事實上這個是影響是太大了。還有一個就是在那個地方。有一個叫做愛寮斷層，那麼愛寮斷層呢，剛好就是經過它現在的人工湖規劃比較下游的地方那麼愛寮斷層在921地震的時候就伴隨着車龍埔斷層錯動萬一將來地震錯動的話，那個人工湖會不保。那一旦錯動的話，那下游的居民可能也會遭殃。除了人工湖委託斷層大項驚怕有安全嘅疑慮之外，閣還有學者認為過度使用中上游嘅水資源，將會對下游造成生態危機。那如果我們過度的去剝削烏溪的水資源的話，它會把台灣一個很重要的濕地，就是大肚溪口以及這個高美濕地的營養源都切斷了。所以這個是比較重大的這個影響。但從跟傳統的水庫來比較，這個所謂的人工湖平地水庫，或是說它的堰體的結構是沒有整個把河川攔斷的這個角度來看，它的影響可能會小一點。但是呢，它一樣了，就是包括說下游的這個流量減少之後，這個沙塵暴的這個問題了。把鳥水潭的水庫的水拿來給彰化縣來用，無濟於事，因為地層還是在下陷。唯一的辦法就是讓水繼續回到這個補充到地下水。各種工程建設聽說有幾個預期效益，唔過套計劃執行前，是得各度參考各方嘅專業意見，可能還是得有more共同嘅思維。好，刚刚新闻影片里面讲到说，其实这个在
会把这个乌溪的水截断之后呢，会影响到台湾一个很重要的高美湿地或大肚溪出海口哦。但现在台中市政府正在大力的宣导这个山海屯，那海线这个高美湿地是台中市很重要的一个观光资源，也是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如果说我们在上游，台中在这边嘛哈，高美湿地在这边，好，如果我们在这个上游鸟嘴潭的地方就把乌溪的水，这个大肚溪上游的乌溪的水截走的话，会不会未来高美湿地就不见了呢？好，所以我们是先从一个大的地方来看到这样子，我们再看仔细来看，在乌溪流域呢是在这北边，浊水溪在这南边哦。那如果说都划入这个，因为现在是要水库集水区嘛，哈，那等于说将来都可能划入这个生态敏感区或者敏感区域的管制里面，那会不会造成地方上的一些影响？这等一下可以来讨论的。但是我先请教我们杨老师，就是说，我们从水系来看，就是说，整个南投县的水系，不管是北边的这个乌溪，或者是南边浊水溪，都被取走了。那这样的使用，这样的规划，您觉得有什么隐忧存在呢？我们整个台湾是一个高山岛。理论上，南投县应该要最高的，但是南投县这个区域呢，正好是我们的浊水溪把上面的泥沙土石全部挖掉，挖成整个南投县是陷下去的。这挖出来的泥沙填到我们所谓的嘉南平原，好，嘉南平原填出了嘉南平原。好，那我们现在目前这样一个水系的带动。也因为有嘉南平原有这个土沙，所以我们在彰化地区、在云林地区，现在才会有所谓的超收地下水的问题。就说过去的整个的涵养、整个的运作下去了。那现在目前很麻烦的是，我们过去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都把地表水、地面水都把它污染到不能用，所以我们才要去挖。干净的地下水，或者是我们到上面去去拦截干净的水，这个干净的水，加上说我们过去一直没有节制来使用这样的一个水资源，所以变成造成我们整个水资源的这一个失控。好，那刚刚老师意思是说，其实南边的这个浊水溪呢，它其实是带了很多山上的土沙冲击出整个云嘉南平原这地区，所以浊水溪是一条输沙量非常大的一条河流。当初在浊水溪的主干道上面来盖这个集集蓝河眼的时候，就有学者说，从这个现在状况来看，说好像轻忽了当初这个浊水溪的输沙量，所以实质的蓝河眼、集集蓝河眼以上，目前这淤沙是非常非常严重，也造成说下游没有这大量的土沙可以来这个补给，所以造成这个刷升的很严重，然后海岸线冲积扇也没有足够的这个不管是这个水的补充也好，或者是土沙补充也好，使得这个地层下陷啦，或者说海岸内缩的情况是一年一年的严重。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中水局，就是说，集集蓝河眼的例子，难道没有被汲取吗？还是说，事实上我们这次采取跟集集蓝河眼不一样的工法，事实上可以避免掉这些忧虑？之前谈到的，不管石冈坝也好，或是集集蓝河眼，他当时建的都有他的历史背景，他的当时的想法。那我想我们那一部分将来的处理，那我想那个今天就不谈。那我们这个计划呢，我们所做的蓝河堰的部分，人工湖所取水的蓝河堰呢，是跟集集蓝河堰那个我们的蓝河堰呢是属于低矮堰，也就是说，我们针对深草的部分，我们只做一个类似像固船宫的高度的一样来取水。那它的高度甚至比高滩地还低了2米，也就是说它根本没有蓄水，它只是取水而已，就像水利会的一些取水工一样，所以它是一个矮的离槽水库，这么说吗？对，应该它本来就是应该不能算是都是离槽的没有错了，但是它因为它是很低的，所以将来土沙的部分呢，它只要平常它会借由排沙道或什么就直接越过去了。太大的土沙都可以直接从堰顶上直接就流到下游去，它对于下游的土沙的搬运的这一部分呢，我想以目前来讲，这个是算是最小的，影响也是最小的。那另外呢，我们也在规划阶段也有针对它，如果万一断层垮了，会不会有淹水的问题呢？那这一部分我们也评估过了，整个评估完，因为它整个是靠近乌溪，整个水就可以一下子就可以进乌溪，对于整个地区的淹水是影响很小的。好，
其实整个中部地区的这个河川的上游很多是这个头科山层，头科山层它就是砾石层，所以它有很多地下水的补助。那我要请教老师说，那地下水是不是让它留存在地下水就好，它不会蒸发掉，而且也不会被地面上这些东西污染，这样不是比较好吗？干嘛把它露天成一个人工湖呢？所以其实如果说一直我们台湾从过去到现在有谈到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就是屏东的二峰郡，它采用湖流水，就湖流水，第一个我没有走水的问题，第二个我没有说我要去盖的这个只会堤坝的相关的问题，第三个我不会受到上面的你的很多的影响，它可以让整个的运作可以符合我们台湾的地理跟环境的运作。我们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河流，你只要离开的山区，它在我们的平原或比较浅山的地区，都会堆积非常厚的砾石层。那这个砾石层来取这个湖流水，应该是蛮恰当的一个运作方式，而且基本上。我们这个计划好像也不是只有这个水而已，它也要跟抽地下水来互相在运用的，不是只有单一个这个湖水的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运用而已。所以我一直觉得好像很多资讯很多运作呢，应该好像并没有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并没有很公开或者很全面，让我们可以去下好的判断。好，那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我们水规所副局长，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刚刚讲到说，二峰郡这个例子好像从来没有就是被讨论，但是没有被拿来当做施工的借鉴。好，那这个也许可以再讨论，但是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是说，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不管是这个鸟嘴潭人工湖，或者是说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水系里面的。这个清水溪这边有一个湖山水库，其实湖山水库跟鸟嘴潭都是。整个我们刚刚前面讲云漳行动的一个实施方案嘛，对不对？它其实就是要解决彰化地区这个地层下陷问题。那其实彰化地区地层下陷，我们知道台湾自来水公司，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抽取地下水的用户哦。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南投的清水溪这边上游，我们做一个湖山水库去取水；我们在这个乌溪这个部分呢，我们做了一个鸟嘴潭来取水，真的能够就解决掉台湾自来水公司少抽一点彰化的地下水吗？整个地层下陷那一个有特别专案计划，那对于就是说，它对于自来水公司呀，或是一些所谓的违规抽地下水的部分，那边也在那个计划底下也分别由各县市政府或是相关的部会在探讨整个地层下陷的问题。那刚才主持人所谈到的湖流水的部分呢，我想整个前瞻计划这一次也有列了几个，就是说有针对湖流水的来处理哈。整个南投县2大流域图，我们刚刚讲到北边这颜色比较黑是乌溪流域，南边这颜色比较浅是浊水溪流域哦。鸟嘴潭人工湖是要做公共集水吧？那请问公共集水里面包含哪些项目？其实我们包含就是说所谓的民生用水啦，这一部分大概都是在偏向都是民生用水。有产业用水部分吗？自来水公司我们是送给自来水公司，自来水公司怎么去连接？它可能它管线我没办法说统计出它哪些是送给自来水公司。那据我了解，对于产业自来水公司送给产业，只要在限水的部分、缺水的部分，它会有类似说就大户的部分，它会去签封，就是说，你只能用多少水。在限水的那一个阶段，我知道他会去一个有限水的动作，会优先把它限掉。那另外鸟嘴潭呢，我们在取水的部分呢，我想我们对下游的部分，不管是刚才所谈到的下游怕水质，就是说水路枯水期的部分呢，那我们就不取水了。那因为有枯水期的问题呢，所以我们才要有那么大的库容量。那草屯往上就是国信跟埔里啊，国信跟埔里，国信的这个建民水库虽然不盖了，可是现在它变成这个取水区、集水区啦，变成自来水集水区嘛，对不对？这一个计划因为我们这一个计划因为它的水质在经过整个规划调查阶段检测出来，它的水质算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在整个计划核定的时候已经确定。目前是不会，就是说不会划为水质水量保护区。我不知道说我们从埔里来的朋友，或者是从国信来的朋友，会不会担心说，即便是水库的集水区的这样一个比较宽松的管制，会不会对我们国信跟埔里产业是会有影响？尤其我知道
国信跟埔里这边很多养鸡业，养鸡业者会不会也是有担心？我们先从埔里这边来讲好不好？我们埔里这边，刚刚我们提到说，就是不会设为1级的那个就是水源敏感区，那它会不会对于开发上也会有一些限制？目前当然，它以水库集水区来讲，它现在最后在105年，在去年的6月所通过的，它是属于是采用分级分区的管理啊，就是说，当然会有一些如果是对于水库的一些敏感区位的那一个，就是完全就会有一些限制。以目前的通过的这一个法令来讲，是有一些限制嘛。那当然这样子相同的就会影响我们地方的发展哈，因为尤其是我们北港溪沿线哈，其实我们就是以休闲观光产业为推动哈。那你要是这样子限制下去，我们一定会受影响。那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说，你对于这些受影响的区域，你有什么配套措施？对于要怎么回馈，要怎么补偿，去辅导我们这些要怎么在后续的去推广我们这些地方，让它生存下去哈。好，谢谢我们邱议员。那我们请这个国信旁边埔里的草屯好。其实我们现在担心的是哈，南河堰下游在草屯、雾峰其实都有一些灌溉取水口。好，那可能这个需要时间来证明了哈。我们也担心下游会不会有冲刷的问题。好，那可能导致这个下游的取水口会一直取不到水。好，这个影响到的是我们整个南河堰下游两岸的一个农民的一个用水的一个权益哈。那另外就是说，枯水期取水的时候哈，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这个南河堰是刚刚听到是以民生用水为主，但是呢，农业用水的话，枯水期很有可能会被移作民生用水来使用。那就这一点的话哈，在相关的一些规定，可能有一些像休耕补贴，希望在这边中水局也可以纳入考虑哈。那在观光是最后一点建议，因为在人工湖设置在草屯镇之后哈，其实在最初在地方说明会或者是座谈或者是一些跟我们地方乡亲里长等等民众，我们都谈到就是说要帮草屯好就观光这一块。好，希望就利用这个人工湖来带动一个南投县哈，就乌溪沿岸哈有一个比较好的景点。但是就目前整个核定的计划到目前为止哈，可能在这个部分是稍嫌，也不是说不足，可能是好像是没看到。好，那这边希望中水局可以把我们这个建议纳入考虑，谢谢。好，那我接着再问我们中水局这边，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目前南投县的2大流域哦，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的浊水溪这个部分已经变成是1级的这个环境敏感区域去做管制嘛。如果说未来我们这个鸟嘴潭的这个部分也变成是1级环境敏感区域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乌溪流域它会受影响是22万公顷。但我们刚刚讲说，因为它下游是台中这边，所以是一并下去了哈。那浊水溪是20万公顷，所以整个大概有42万公顷是受到。未来有可能都变成是第1级的环境敏感区，虽然它没有列入水质水量保护区，但是它有可能被列为1级环境敏感区。因为县长也希望说能够放宽，能够免得整个南投县最后只剩下我们这个南投跟民间2个地方可以被开发而已啊，可以来好好做利用而已啊。那我不知道说这部分中水局看到了没有，听到这个意见了没有？那我想整个这个会影响到就是所谓的区域计划法嘛。那区域计划的主管机关是内政部。那当时在他要公布的时候，其实水利署也有去争取，就是说让他能到目前是到去年6月是采分级分区管理，也就是说你一般的小的建筑的话可能影响不大，就是说除非你有需要环评的那一块可能会影响最大，或是污染性的事业会影响更大。那我想因为这个是属于内政部的权责，就是说你到底要划进去要怎么去处理，会涉及到将来内政部在相关法规，不管未来的国土计划法都是在内政部那边所决定的。那我想地方的声音我们也都听到了，其实这个不是只有南投这里有而已。全国大概有好几个有南河堰的都有相同的问题。其实我们这个计划呢，对下游的几个南河，也就是说水利会的取水的部分呢，那我想在水利会的取水的部分，我们本来就有保留了它的。除了保留生态基流量的话，那还有它要取水的部分，它目前也要求我们跟它共构取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部分的取水的量是要给水利会的灌溉沟，因为我们
他有跟我们协调，我们你们有一会保留个水权调配小组，对。那水权调配小组本身的这个结构和组成是都是水利会的代表，水利会代表。没有，我们这个也有帮他取水，就是说我们的取水设施事实上有一大部分都是在也是在帮水利会取水。那我想问一下，1级敏感区旁边还有可能做观光的规划跟发展吗？副县长。就目前日月潭水库还有集集南河堰，未来再加上我们的鸟嘴潭人工湖，其实它的集水区的面积已经占了南投县的全县面积的79.46%，这比例相当的高。那第1级环境敏感区也占我们集水区的85%。也算是非常高的，因为第1级环境敏感区是没有办法提出任何申请、办理非都市土地设施型的使用分区，以及使用地变更编定，所以对本县未来的整体经济发展受限相当的大。好。那我们也听到县政府他的担心。我们刚刚讲到是说，其实有79.46%是在集水区里面，整个南投县的面积有79.46%是属于集水区。好，我们也许在上游地区做好了所谓的，因为已经是这个环境敏感区嘛，做好了很多保护啊、规划啊等等，但是就能够免掉所谓中下游的生态浩劫吗？这个担心其实环团和保育界一直都存在。我们先看一段新闻影片分析，接着继续讨论。呢片係委託南投10屆10南河堰，係攔截蓄水期嘅水利工程，2002年完工啟用。主要嘅功能係將河壩水攔截，用來提供彰化漁林地區農業用水、生活用水同工業用水，也係台灣目前生態嘅南河堰。不過呢幾年來，因為安尼嘅水利工程，日本河壩出现变化，浊水溪啊它的那个含沙量和水量相当大所以做好集集南河堰之后，上边泥沙的淤积非常严重。那相对的上边淤积严重，下边掏空一样的所以这样变成说土沙奥极化上下变成奥极化，所以在上边你不疏浚的话，它很快就淤满。那纵使说你常年在疏浚的话，它还是照样会淤满所以上边一下大雨的话会出问题。那么在下边因为没有泥沙的补助，所以它变成峡谷化。那么峡谷化一路往下所以碰到桥梁的话，那个桥墩都會被掏空。除了屯鐵道泥沙同峽谷化嘅影響之外，因為這段正常嘅水流對河壩出海口也會造成問題。下游呢，包括海岸侵蚀包括地層下陷因為這些水呢，它要流到沖積扇的扇頂之後，它才會開始往地下含水層來補充了所以你在上游的地方就做這樣子的一個攔水的動作呢，它就會造成這個地下水補充不足了。也因為上游高土攔截水源，還有地下水層補充冇啦，又還有超抽地下水，影響層面就抗太。集集南河堰，然後花了200億，然後又公益計劃70億，把水送到6輕，然後用完以後就跑到海裡頭去，造成整個彰化地區雲林地區的地層下陷，高鐵可能幾年以後就不能行駛之類的工程。而家嘅水利工程已經本人看到問題同需要檢討嘅所在，開299億嘅計劃，今日冇應該對呢啲已經發生嘅現象，去好好思考整體配套同人人之道。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说蓝河眼从集集蓝河眼经验，我们看到是什么？它可能造成生态的浩劫是哪些部分呢？好，看到是上游淤积的非常严重。刚刚我们国信的这个邱议员就讲了，已经淤到北港溪上游去了哈，所以这个淤积是会是不是鸟嘴潭盖好之后呢，是越来越往上去？好，再来是坝体寿命短，因为这个淤沙的关系吧，好，所以很快就没办法蓄水了。再来是下游部分，我们刚刚在影片上面看到峡谷化，因为没有足够的这个沙石的补充，那
沙漠化，还有这个冬天的时候，这个风飞沙、扬尘非常严重，还有地层下陷啦、海岸内缩等等哦。我想请教一下杨老师，就是说您怎么看呢？我们这一张呢，哈，这个是从哈我们这边是合欢山，看到，嘿，这个是合欢山哈。那我们这边呢，哈，这个地方叫什么？叫做华冈。啊，这一条是北港溪，北港溪，我们北港溪往下去，好，这是国姓，这是草屯，好，一直才出去哈。那我们如果说来看到我们什么，我们这边往下的这个这个区域，好，我们就说我们的那个什么。那个鸟嘴潭，我们怎么是设在这个地方？这个区域，好，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这条河在这边什么，打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什么。一个 S 的弯形，好，这边转一个弯以后，在这边再绕过来碰到的嘛，这个就是鸟嘴的地方了哈。鸟嘴的地方哈，那我们转到这边了，再往这边再来清。但是以前呢，这个河是什么？是从这边过来，就碰到这个鸟嘴这样的嘛，往这边过来。河是这样子碰到鸟嘴往这边过来。河川已经改道了。对，所以以前我们要说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以前遗留下来的那什么，这个叫什么？叫做河床。那现在目前我们一直认为这个水应该什么？应该这样流，所以我们把这边把什么？我们把它拦下来，我们这边做一个这样。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个河水再往这边碰到这个鸟嘴的嘛，再往这边流呢？所以尤其是原本的旧河道以后可能又还给对，尤其是我们这边弄一个什么南河堰以后，来改变了什么？这个叫做水文的时候，好，那它。如果在这边造成上面的什么这个淤积，它走这个路线再过来，那这边的嘛就非常的嘛好，就非常有危险。这样的一个区域呢，哈，我们刚刚哈从这边来看的话，这个就是这个区域，这个是北港溪哈。对。那我们北港溪到这边就是穿过的嘛，这个峡谷啊。那以前呢，也曾经有很多崩塌，你看它崩塌的嘛，这个整个尤其是闽都利台风的时候。所谓7·2水灾的是2004年，这个上面堆积哈，我们在开玩笑说的嘛，这好像一条高速公路一样哈，好，因为这边什么，这边挡住了，对，现在还在这边，还没有下去。如果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台湾的地体的变动，我们气候的整个变迁，加上我们整个这个上游的嘛，我们的整个的利用跟思考，我们不是从整体的什么这一个。环境的整个运作去思考，我们只是去思考那么小的地方，那等到什么这个大的运作下来，我们要把那些思考那些钱的嘛，都是什么都是白花的。好，谢谢老师。这几年我们也在讨论，就是说一条水系的治理应该是从上游到下游，而不是说下游淤积我们就挖下游，上游淤积我们就挖上游，是一条水系的概念。老师刚刚所说，其实就是一条水系的概念。我们今天讨论也许只是在说中游这个地区在草屯我们挖了一个鸟嘴潭，可是我们没有注意到或没有或者说忽略到，就是说往上游乌溪的这个上游北港溪这条很大的一个主要支流，它在仁爱乡这个部分可能会已经跟合欢溪会有习夺的情况。从2002年到现在2017年，短短15年的时间，这个状况持续在11年持续在发生当中，未来会不会？上游整个河川的水文改变之后，影响到中下游的这些水利工的设置，甚至是整个水系的这个生态的浩劫，其实这都是需要更细致周详的思考。我们谢谢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个说明。那我想，我们是不是也请我们当地北市里的里长告诉我们说，这个鸟嘴潭设在这边，你刚刚听完老师这样子讲，会觉得说好担心哦，还是说您帮里民说说话？咱即马大家地方所要求的，就是讲地价。地价这部分，因为政府伫101年实施这个市价征收，这对这个人工湖这部分的征收咧，对地方真正不利。是安怎讲咧？伊这个遮尔正宽的所在咧，你甲框定一个讲要做水库，要做水库，这个内底一定无人买卖，有买卖是大家拢不得已才去卖，不得已去卖的话来讲。价钱无悬，吼顶迄个咱伫迄个南投县政府咧开会，我有摕到恁的资料，咧讲即个地价评估是为东西5km6，
南北1.5 km。啊，这个咧，真正拄好拄涵盖着阮代表讲的上届新的成交的计数，哦，1000几万，哦，我希望讲伫即届重新评估的时，咱副局长咧会当主导，甲阮即个纳入，唔通讲逐摆讲，恁这湖区都无买卖，啊无就俗，因为你一届你讲市价征收，你若讲像讲你若做高速公路啥边仔过，有当去比价，阮这无当比价，一届200几架，哦，一摆200几架无当比价啦，所以希望咱副局长今日遮尔只新人来阮庭，我希望讲甲阮庭的 CM 真正早倒去。这边重新评估的时，爱敢做好。好，那我想，我们先从副县长这边开始好了。副县长，今天有很多乡亲都提到说，事实上，南投县政府就是有这样的好山好水，这个好水要被政府国家来当作是重大建设取用，就是就像环境评估一样，有条件通过，你们也就是有条件很无奈就答应这件事情，但是居民的生存权、工作权或者居住权，在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县府在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样最后要跟我们中水局这边来做一些呼吁也好，或建议也好，或者说您觉得说怎么样的方式会是，譬如说安置也好，或者说以地易地也好，是您可以提些呼吁的？其实中水局在这个征沙过程里边还是非常辛苦了，我们也了解了。不过这是中央的政策。所以县政府基于这种原则，我们还是要给相当支持。不过我们所关心的2个面向，就是地价的问题。征收地价应该再去考量一下，由我们中水局这边来专案考量，就以特别条例来做一个前瞻计划的一个经费的一个调整。另外一个就是未来国土计划法公布之后，可能在整个管制措施里面会更加严谨，会让南投县动弹不得。所以如果由县政府单独来反映给中央内政部，以那来告补回家，连甩都不甩你，我们应该还是希望水利署这边跟县政府站在同一条线，就国土计划法公布之后。分类、分级、分区这个区块来做一个释放，可能对地方发展会比较有协助跟帮忙，这是我的一些看法。好，谢谢。那我想再请教一下我们中水局，就说其实今天乡亲讲到很多，当然就是说征收的地价是一个。好像看来是一个症结点，但是中水局是不是要有更大格局来看？就是说，我们其实下游的这些，像台湾自来水公司，它的这些有效管理它的自来水的这个路网啊，或管线这个漏水率啊，这个是不是要先来做？因为如果这个东西那个水龙头不关掉的话，它一直在漏水，我们给予再多的水，开发方找更多的水给自来水公司，事实上也没办法满足嘛。等于说，有效管理这个有效治理这个部分，是不是？你们要求台水局要先来做到的。那我这边先说明啊，其实台水公司不管是就是说台水公司，它在减漏的部分呢，我想这几年开始，我记得我听我们水署那边谈，它最近几年大概会编了，就是说它因为它是属于4月，在它4月预算里面，大概编了将近1000亿的部分来改善全台湾地区的降低漏水率的部分。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整个漏水率中间呢，台中地区就中部地区算是比较严重，因为整个之前921地震的关系，所以它要改善的空间也是最大的，最要努力的也是这一个地区哈。那我想整个鸟水潭的计划呢，对于就是说，因为我们所采取的是属于低矮堰，那它的高度是跟几乎是平均河床高，就是贴着河床在做的，它几乎不太可能没有蓄水，所以它的淤积也没有，就是说它不会把相关的砂石淤积淤起来，就是说它的影响范围可能就只有几百公尺这样的范围。那我想整个对于上游，尤其是国姓以上的部分，我想。对于就是说土沙的影响，它不可能影响到那一部分，不会影响到那一边去哈。那对下游的部分呢，因为它本来淤积量就不太会有拦沙的作用在，所以对下游对它来讲，当然也不太会有淤积。当然，刚才里长所
跟我们告诫的，我想，因为这个计划目前在如火如荼的推动哦，那未来呢也是，就是说不管是从地价啦，还有一些现有的有提出来，有一些都是现有的征收补偿机制没办法的，可能就是要救济的这一块呢。那我想地方当时跟地方有一些协调，我们也承诺说我们会来努力。那这一部分呢，就我一直在讲的，我们后续要去努力的这一块，我们会加紧来，赶快来努力。以上先做以上的说明。好，那最后杨老师，我刚刚已经说哈，我们这样一个工程呢，我们可以分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水的问题。我们这个水的问题是当时是所谓胡马俊的替代方案，也就是说当时有当时的供水的一个情况，像我们的社会环境整个转变，加上我们现在目前的气候跟整个地体的演变，这边变化非常的大，那必须要再重新做好的一个评估。好，谢谢。好。岛内政府承受整个全国气候计划法伫要伫讲到呢，加上2则叫做新的概念，一则迄你讲的加强保育，一则迄两山的治理哦。了从迄你看到迄，假使你会看到了南投县的调水潭的人工湖，伊迄有颁发台湾市的水公司到下一个部分，做来做两山的治理法，无听说你上游的加强保育工作，让做的更加收到完整的效果啦吼。像今比的村民台会带人了解几只前瞻叫做基础建设计划伫要度水环境建设最太平预算的调水潭的人工湖的问题，也重新共同来关心。下礼拜持续收听村民台会生态感知识，再会谢谢。